问兄弟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的日子，咱伫今仔日要做阵来庆祝新店教会140年的生日。这时，请咱起立，你的倒边正边头前后壁咱的兄弟姊妹唱讲：耶稣听你，耶稣听我。 耶稣听你，耶稣听我。来，请起立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我。大家稍微走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哈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，咱伫这日要来快乐欢喜，来阿乐咱的主。这是咱做阵来吟这首，咱先来唱国语，咱再来唱台语。 锁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来，快点！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。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来过哦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咱的日子中，咱的日子来快乐欢喜，来快乐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 咱们的日子来快乐欢喜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咱的日子中，咱的日子来快乐欢喜，来快乐欢喜。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们天天来快乐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哈利路亚！对呀，哈利路亚！主，这是上帝所定定的日，咱伫这日爱快乐欢喜，吼这是上帝命令的哦。 这不是讲我欢喜就欢喜吼，这是上帝命令。耶稣奇妙的救恩，赢过咱所有的罪过，咱的喙齿无法度来讲明，咱要怎样来学乐，咱要透过诗歌来唱出咱心底对上帝的学乐。这因为先国语，再来台语，哈。 救恩超过我众所盼，我口舌怎能诉说，更加充分颂赞。他助我最
有色怎能诉说？更将从何颂赞？他助我最担忧愁，使我心灵自由。耶稣奇妙的救恩，使我得拯救。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，胜过万国大洋。到最高山岭，美国最美泉源，奇妙的救恩足够我需用，超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，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性。我要享受生命，我要赞美主生命。来，大鼓的耶稣奇妙，耶稣奇妙的大恩，哦，我们可定论。我打着抓有归罪，来报答因恩惠。因我最大有救，哦，我的救主有，耶稣奇妙的大恩，拯救我灵魂。耶稣奇妙无比的大恩，比我用的海河较深，比我山河较高。最强，你要不让我的我心，我以前所爱的那花，比我以前不会和他断，我大家会最多用我们主性命，耶稣奇妙，耶稣奇妙的大恩。可定论，我打我用归罪，来报答因恩惠。基督我最大有主，哦，我的救主有，耶稣奇妙的大恩，拯救我灵魂。奇妙无比的大恩，比我有的海洋河较深，比我山的较宽，拯救水的最强，奇妙有我的我心，比我以前所犯的过较大，比我以前不会和他断，我那就会去保佑我主性命。我们归去到哪里？哈利路亚！请坐。140年，伫你我的身上有最多的故事，新店教会也有最多信仰的故事。现在每年咱的庆典的当中，咱会一再搁来讲，总是这个故事是咱所爱讲、所爱听的，因为是主对咱的听。一年一年，咱有无同款的领受，虽然同款的故事，却有无同款深深的领受。咱最近来研这首。进来讲这故事，一定可妙的事。阮主给我的眼光，已经你我进来，我进来。
准备听到阮的天的爸，互阮伫主你听的内面，一再一再来感受主你丰富的供给。伫这140年庆典的当中，我们搁一摆来思想，主你对阮无限量的疼。虽然阮亲像囡仔，阮定定的犯错，总是你由阮怜悯阮。阮将今仔日的感恩礼拜献上伫主你的内面，愿主你的信心充满、引带，感谢基督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